好啦，咱回头来看昨确诊的病例，第393例，是一个长期住伫美国的太太，返来台湾才确诊，必须伫台湾接受治疗。依法，这个隔离的治疗甲检验的费用全民负担。国内医师认为讲，这平常时无咧纳税，嘛无咧纳健保费，国来享用到台湾的医疗资源，安尼实在真无公平。台湾目前确诊的个案当中，有高达91例是为美国胃病毒转来的，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有咧研究，为美国纽约转来的，要加强管控，要甲因集中来检疫。台湾的医疗世界第一，伫国外无健保，转来看病嘛走第一个就是暗号393。几年来拢住伫美国的负责人，伊伫国外早就有镜头啊，抑过是当到回国确诊了，依法隔离治疗甲检验的费用拢是全民爱出钱。如果你平常没有住在台湾，也没有纳税，也没有付健保费，那生病了就回到台湾来，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事情。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属于第5类法定的传染病，所有隔离治疗甲检验费用拢是由政府特别预算来付，也就是讲纳税人爱出钱。抑过像暗号393这位负责人，明明因先生暗号384已经确诊，伊本身却是涉嫌隐瞒病情，返来台湾治疗。若是其他人有样学样。同款是全民来出钱，那咧恐惊有一天会将台湾医疗资源污倒去。384跟393之间，他们其实在纽约，从2月底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。他们都在可能都有跟，他们在一个工作职场的有一个确定病例都有工作过。指挥中心针对暗号393转来班机，限制12名机组人员、7名乘客居家隔离14天。目前台湾境外移入的个案上侪是美国来的，有91例。指挥中心才来研究加强控管，为纽约返来台湾的民众规划，好这的民众优先带入去防疫旅馆集中检疫，免得讲变成防疫的大问题。